国际新闻哦，再来看，为着要反制美国的关税战，中国下令航空公司禁止接受波音的飞行机，嘛袂当搁向美国来买飞行机相关的设备佮零件。另外，海空运输业务嘛受到影响，美国的物流公司 DHL 就通知客户，21日就是今仔开始，因为报关的规定改变，业务量增加，所以各地要寄到美国价值超过800块美金的物件，要暂停收货。 中国国际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，在2018年时阵举行交机检查仪式，因过受到美中贸疫战的影响，中国下令国内航空公司停止接受任何波音飞行机。路透社报道指出，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原本计划交付予中国厦门航空，20元机为厦门飞转去波音位于美国西雅图的生产基地。 航空资讯公司分析，新型的737 MAX 市场价值大约5500万美金。接受波音飞行机的中国航空公司，可能是受到关税所陷入困境，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车闸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税率提悬到145%，中国是对美国商品扣125%关税作为报复。 目前也无清楚是倒一方面决定让飞行机飞转去美国。波音公司甲厦门航空拢无回应。分析师指出，关税变化带来的混乱，可能使真侪飞行机交付陷入停止。一寡航空公司高层已经表示，甘愿延迟接收飞行机，也无愿意承担真悬的关税成本。另外， 川普的关税也冲击海空运输业。美国报关规定变更，过去800至2500块美金会当使用简单的非正式入境证书。即马所有价值超过800块美金，大约新台币26000块的商品，拢要办理正式入境手续，而且还阁要提交另外文件甲交付关税，造成工作量增加，影响包括出货速度。美国物流公司 DHL 通知客户，21起暂停各地 运去美国，价值超过800块美金 B2C 报告。公司新闻邓伟仁编译。